我打，我踢，我擋。哇！呢幾下真係拳拳到肉，虎虎生風，勁啊！琴日晏晝，鍾嘉欣生命入邊最重要嘅兩個男人伍允龍同陳展鵬，就派埋胡定欣齊出嚟，為佢哋即將開拍嘅 TVB 功夫巨製《城寨英雄》做宣傳啊！見動作哇！見到兩位猛男你揮我一拳，我踢你一腳嘅畫面，大家肯定會問：哎呀，點解話佢兩個係嘉欣 BB 生命中最重要嘅男人嚟啊？事關舊年嘅時候咧，嘉欣 BB 曾經同伍允龍高調現身一個電影嘅首映禮，向全世界宣布佢哋愛得痴纏。但係與此同時咧，喺嘉欣 BB 同陳展鵬拍巨輪同埋大藥方嘅時候咧，有雜誌唔單止一次踢爆佢兩個因戲生情，戲假情真啊！而阿占兄仲曾經為阿嘉欣 BB 發生車禍添。哇！一個係如幻似真嘅銀幕情侶，一個係甜笑默認嘅戀愛對象。今次竟然齊喺呢一部《城寨英雄》入邊狹路相逢，究竟邊個先至可以真正抱得美人歸咧？嗱，我朱咪咪覺得咧，相比起占兄嗰幾下花拳繡腿，學武術出身嘅伍允龍就明顯靈活好多咧。大家咪以為佢淨係摁下虛張聲勢啊？其實當現場武師為佢示範咗幾個對打動作之後咧，佢即時就已經掌握到要領，三兩下功夫就將阿占兄制服咗啦。其實嘉欣根本唔使揀，事關呢一場嘢咧，已經俾女主角胡定欣一個人威晒啦。嚟，之前睇下定欣係點樣跟住阿武子學一招手攞雙刀打關斗嘅絕技啦。跟住就我哋嘅哇！呢下嘢小朋友千祈唔好隨便學啊吓！不過見到唔識打功夫嘅定欣，為呢一部戲付出咁多努力，現場嘅攝記都忍唔住要俾掌聲鼓勵佢。何止要俾掌聲啊！定欣計我話咧，更加應該將掌聲送俾後邊拉威也嘅師傅，同埋呢幾位教武打動作嘅武指師傅，就因為有佢哋從旁指導，再加埋一班演員嘅真刀真槍埋身肉搏，先至令到呢一部《城寨英雄》好似當年嘅女拳咁，值得大家期待。不過講咗咁耐咧，其實我朱咪咪真係好想問下占兄，之前一直都有傳聞話你同伍允龍係差唔多同時追阿嘉欣噶嘛？咁而家再同情敵合作，會唔會有啲尷尬啊？唔會啦，點會兩個一齊追嘉欣啫？係都係我做電燈膽啦，係咪？同埋我覺得呢啲嘢真係好假嘅，其實即係都2年啦，係咪？傳咗咁耐，其實如果我做觀眾我都覺得悶啦，係咪？咁其實今次我自己都好開心，即係可以同到菲力或者同到其他唔同嘅演員合作啦。頭先講阿定欣啊，同埋監製我都係第一次合作，咁希望可以有啲新嘅火花。喂，言下之意莫非係占兄你係想同阿定欣傳緋聞？老老實實啦，如果真係傳嘅話，你又驚唔驚先？其實真係有啲驚嘅，局內人就知道係真係假啦，但係太多雜誌就係咁寫，就搞到好似係咪㗎？陳展鵬冇咁厲害㗎，咁其實就係放心，我係真係冇咁厲害嘅，全部都係造謠嘅啫。嗱，占兄呢一邊就話之前啲緋聞通通都係假，咁唔知另一邊已經被嘉欣默認為男朋友嘅伍允龍同阿占兄合作，又會唔會尷尬咧？一啲都唔會，我啱啱認識佢，早幾日去圍讀認識佢，我覺得佢個非常好嘅人，非常有禮貌同埋非常客氣，我覺得今次合作會非常愉快。你會唔會同佢打得最多㗎？我諗呢套戲會做好